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 好吧》。你也點多嘞，都帶兒生馬蓋糖才會消熱退火，而且呢又可以吃下去，不會讓你覺得很燥熱呢。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蒸冬瓜排骨湯。 冬瓜最退火了，教大家怎么做喽。那当然喽，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先来烫一烫排骨。我们主要啊就是让待会汤可以更清澈一点。排骨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要下冬瓜喽。而在我们的冬瓜部分呢，除了准备了新鲜的冬瓜，还有就是酱冬瓜了。酱冬瓜呢，今天我放当冬瓜下去的话，就会取代了，就不需要放那个 盐巴或其他调味料。接下来呢，要来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词，就是冬瓜。冬瓜的客家话呢，就是叫做冬瓜。冬瓜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？其实啊，冬瓜有没有买回来的时候，如果家里面自己有种冬瓜的话，其实那个要吃很久，因为它非常大。有时候去市场里的时候啊，它就是卖这样一圈一圈的，慢慢吃，它非常的消热退火哦。 冬瓜汤消热退火，其实也是今天要学的一个词哦。这个句子呢，就是叫做“冬瓜汤清凉退火”。冬瓜汤清凉退火，非常适合夏天吃哦，把它记起来。好，等非常久了，你看，已经很香了，我自己都饿了，我赶快先把它盛出来。试吃员已经在旁边等着喽，我们来看看喽。 今天我做的这个酱冬瓜排骨汤，请试吃员来帮我们品尝看看。那妹妹想先请问一下，你是客家人吗？不是哈。我先教你一个客家话好不好？这个汤匙呢，就是叫做挑缸哎，挑缸哎，哎，你讲的好好哦，挑缸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你来品尝看看。 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冬瓜汤真的非常的消热退火哦，你们也喜欢吃吗？夏天吃很适合哦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新的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冬瓜，冬瓜，冬瓜。第二个呢就是汤匙，挑缸哎，挑缸哎。第三个来学到这句话就是冬瓜汤消热退火，冬瓜汤清凉退火。 冬瓜汤清凉退火，你们也喜欢吃吗？有时候比较上火的时候，喝冬瓜汤真的可以比较降火气哦。好了，我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